大家好，咁咧，依家咧就翻嚟第3堂嘅呢一個免費課程啦。咁想第一樣嘢咧，想講一講就係咩咧？就係中文科嘅考核內容先啦。想第一樣嘢咧，其實中文科咧係主要分咗呢3個類型啦，就係考語文、題目、文化。咁純粹咧就係俾你 cap 一 cap 圖，因為其實咧佢同作文咧都好大掛鈎嘅。咁但係純粹俾你 cap 一 cap 圖啦。咁然後就講一講啦，喂，考評局咧其實佢到底點樣為呢一個命題寫咗去？即係佢點樣去出卷啊？喂，佢就話啦，佢話考核考生嘅構思、表達、創作能力，設題方式咧就有個命題啦、指定情景啦，並且提供選擇啦，就考你生活經驗同埋日常思考、關注嘅情或事，並且盡量給予一個寫作空間，令到考生發揮創意。喂，而寫作要求咧就透過審題、思考、寫作、立意、選擇素材料、書寫文章。OK。咁咧佢其實就係咁嘅，然後咧就講一講佢評分原則啦。咁其實咧佢評分原則係103分滿分嘅，即係唔係100分滿分嘅。咁佢點俾分咧？其實咧你會平時咧喺老師改卷嘅時候咧，見到咧佢係俾一個個位數嚟嘅，即係例如可能係咁樣6、6、5、5，然後最後個分數咧係錯別字分嘅，我當2啊。OK，好啦，先講一講其實佢點樣俾分啦。例如咧，其實咧。佢咧每一個選項啊，有咩選項咧？有內容、表達、結構、標點字體同埋錯別字呢5個選項嘅。咁咧頭4個選項咧，佢嘅評分標準咧係一樣嘅。OK，先講下佢點樣評分先。就係咧，你當10分滿分入面，OK，佢咧10分滿分啊嚇，即係10分係最好啦，9分咧就係 9分就係即係如此類推啦。OK，咁好啦，我當你依家咧，佢就俾咗個內容分你6分，表達分咧。俾咗6分你，結構俾咗5分你，標點字體都係俾咗5分你，OK，即係咁樣嘅分數。咁你就話，喂，點樣計翻100分咧？咁好簡單啫，內容咧佢係乘4，表達乘3，結構乘2，標點字體再乘2，即係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好簡單啫。佢個個位數，即係佢俾你嘅個位分數咧，就再乘翻相應嘅嘅倍數啦，咁但係就睇翻係邊一個選目啦，選項入面，咁當然咧內容咧就係最重要嘅，內容係包括啲咩啊？即係你篇文嘅立意，你篇文嘅選材啊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咁表達就通常就係講緊你文筆啦，最簡單嚟講就講緊你文筆，咁結構講緊啲咩咧？就係睇下你篇文嘅結構咯，OK，即係你分段分得好唔好啊咁嗰啲啦，咁標點字體。就睇下隻字樣唔樣衰，或者即係佢靚嘅咪俾高分啲你咯，樣衰咪俾低分啲你咯，就係咁簡單。咁之後錯別字咧就俾分俾得好特別嘅。嗱，呢度咧其實咧10分滿分啊嘛，呢個4個選項都係。咁其實佢10分滿分加翻埋再乘佢倍數之後咧，其實就啱啱好100分嘅。咁剩低3分喺邊度咧？因為103分滿分啊嘛，我103分滿分。咁剩低個3分，其實咧就係講緊錯別字，好簡單嘅啫。你可以當係啲乜嘢咧？就係如果你一隻錯別字都冇，就會俾足3分你。但係如果你錯好多字咧，OK，咁咪就係2分、1分咁樣減咯，即係佢個減分嘅機制嚟嘅。如果你咧錯得越嚟越多咧，佢咪減得越嚟越多咯。但係如果你完全冇錯，就俾足3分你。咁佢嘅評分標準嘅點樣就係，如果你錯0至1個錯別字，俾3分。2至4個就俾2分，5至7分，5至7個就俾1分，8個以上就唔俾分，就係咁簡單，即係個減分制，佢就預設你一定有呢3分嘅，但係如果你有錯別字，就會慢慢咁減落去嘅。OK，好啦，咁之後咧，我繼續講落去啦，就係講點樣審題入品啦，即係其實啱啱嗰10分內容入面咧，佢都係按入品嘅啫。即係10分就係10個 grade，10個 grade 慢慢咁樣分咗你唔同嘅品第啊。OK，咁首先講一講啦，就係點樣去判斷你審題，然後再入品咧。想第一樣嘢就係你要準確理解到題目嘅關鍵概念啦，明白到個題目嘅寫作要求啦，等等。OK，咁首先講啦，內容點樣拎呢個上品咧？OK，佢就話啦，睇你判斷到立意同埋內容係咪符合呢個寫作要求，係咪符合題目？第二樣嘢啦，就係夠唔夠豐富同埋深刻，取材咧係咪恰當，能夠彰顯到文章嘅立意，同埋你嘅闡述係咪合理同埋飽滿。咁之後咧，至於就表達啦，表達上第二樣嘢就係你用詞夠唔夠精確啦、豐富啦，然後咧文句係咪簡潔流暢啦？呢兩樣嘢咧就係最主要嘅。咁第三個咧就比較輔助啲，即係唔係主要啦。
即係你嘅表達手法係咪純熟靈活啦？咁呢個定義咧係有少少棘嘅，即係其實同文句係咪簡潔流暢係好似嘅，所以最主要都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你有豐富嘅文筆啦，豐富嘅精確嘅字眼啦，仲有你文句咧，即係表達得夠唔夠清晰咯？OK，好啦，咁至於結構方面啦，就係你段落區分係咪明晰啦，起承轉合自唔自然啦，同埋輕重長略係咪恰當啦？咁咧我見過咧就係好簡單啫，善用分段，朋友記得要善用分段，即係唔好將每一段咧寫到好長，即係我見過有啲好誇張嘅就真係成段，OK，成版一段都冇分段，OK，即係成版就係同一段，哇好誇張，即係成200幾400字都係同一段喎，要分段，善用一下分段。如果你唔分段咧，結構好核突，超級核突，千祈唔好做呢啲咁樣衰嘅嘢。我記得分段。好啦，咁標點字體就係咁啦，就係字體為主，標點為輔。OK，咁上呢樣嘢啦，字體係最重要嘅喺呢一度入邊，純粹就係睇下你標點符用得準唔準確啦。如果你用得正常嘅情況下咧，佢都係俾高分嚟嘅。同埋你字體要靚啦。呢個標點字體點樣判斷咧？就係一打開你嗰份，即係佢 scan 完噶嘛，一打開你嗰份，睇下啲字樣唔樣衰咯。你樣衰嘅話，就一定係會咩噶啦，一定係會低分啲噶。咁好啦，下面呢3個咧，其實就係佢2024年嘅考評建議啊，即係佢講，綜合咗唔同考生嘅一啲建議嘅一啲內容之後咧，決定咧俾一俾唔同嘅建議我哋咁樣。咁首先呢度有3個建議，咁咧其實咧我係查咗一啲重點嘅字眼嘅。咪炒咗啲字眼嘅，OK，咁我就歸納翻一啲重點嘅嘢出嚟啦。首先第一樣嘢，佢叫我哋點咧？即係如果佢想我哋作文進步嘅話，第一樣嘢就叫我哋提升審題嘅意識，提升審題意識。佢講乜嘢咧？就係提高辨識近義詞嘅能力。OK，先解釋咗一下先。提高辨識近義詞嘅能力係講緊啲乜嘢咧？就係好簡單啫，就係講緊點解呢一年特登講咧？就係講緊無愧同埋無悔，無愧等唔等於無悔咧？因為無愧選擇咧，好多人就寫咗做無悔嘅選擇。咁但係咧，考評局咧，因為發現太多人寫啦，所以咧佢就，算啦，冇所謂啦。但係無愧同埋無悔咧，其實有分別嘅。無愧係講緊做完嗰件事對人心中冇愧疚啊嘛，OK，即係關他人事嘅。而無悔係講啲咩？無悔係講緊對於自己會唔會後悔呢個選擇咯。所以要分清楚一下啲近義詞嘅能力啦，即係佢叫我哋。然後仲有一樣嘢啦，就係我早幾堂都有講過嘅，就係我哋要聯繫一下題目入面關鍵概念嘅關係啊，即係藏在泥土嘅寶物。OK，佢係各自之間都有一啲概念嘅，但係佢點樣互相掛鈎，點樣互相扣題咧？呢個都係個重點啊。然後就叫我哋去推敲翻題目嘅命題原意，即係簡單啲嚟講，藏在泥土嘅寶物，你要解釋。OK，解釋啲咩啊？點解寶物要藏在泥土之下？點解玩具會俾我哋遺失咗？而點解嗰件玩具會係我哋最想尋回？同埋尋回嘅過程又係啲乜嘢咧？即係好簡單啫，就係佢要我哋呢個咧，其實提升審題意識咧，佢講緊頭2題，即係叫我推敲翻一啲命題原意，從而決定文章嘅立意同埋取材方向。即係簡單啲同我哋講，呢一度考評局同我哋講緊啲咩啊？就話我哋審題唔夠清晰啦，我哋諗嘅時候唔夠清晰啦，仲有就係我哋冇去諗一諗 ，OK，題目各自之間嗰啲重點字眼嘅關係。好啦，咁第二樣嘢啦，就係佢叫我哋咧從前人優秀作品吸取養分。其實呢一句咪就已經係同緊我哋講話，其實我哋係可以參考前人嘅文章咯。OK，咁但係啦，OK，先第一樣嘢，我哋咧。佢話隨住流動數碼數據嘅科技嘅普及，社交媒體嘅冒起，令圖像化、數片化嘅信息充斥喺我哋生活，又為咗彌補喺日常生活中接觸文字機會嘅不足。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廢話嘅。重點係後面嗰句，佢話我哋更應培養廣泛閱讀唔同類型嘅優秀篇章習慣。即係簡單啲嚟講，即係叫我哋睇多啲唔同作家嘅好嘅文章。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可以參考翻以考評局提供俾我哋嘅文章。OK，參考翻考評局俾我哋嘅文章，然後我哋只需要閱讀咧，即係我嘅定義咧，就係我哋只需要閱讀所有嘅真跡，或者係字詞嘅示範，或者一啲好嘅文章。OK，好啦，第3樣啦就係透過長期實踐自我提升。講廢話，簡單啲嚟講，一句搞掂晒，就係作多啲文，即係話我哋作文唔夠多啊。第3個，OK，
或者即係簡單地講啦，如果老師平時叫你咧，可能就係即係課堂上面叫你作文咧，咁通常咧我嘅心態就係一定係會好認真做嘅。點解咧？因為我當佢係考試咁做嘅，即係作文，因為我作文機會咧係好少啊。你高中咧好少咧即係高中咧好少會喺測驗嘅時候咧考埋作文，就係考閱讀理解啊，就係考你嗰個12篇。但係老實講，明明作文同埋實用文就係佔得最高 percentage 嘅一份卷，但學校就唔幫我哋去多加操練。咁我哋可以做啲咩？我哋可以做嘅咪就係我哋自己做多啲，作多啲文咯。OK，主動啲問下老師可唔可以幫你改文。OK，呢個係真係幾重要，即係作多啲文啦，有機會就同埋將每一次作文嘅機會都珍而重之啊。OK。好，咁呢個就係 call 翻出嚟啦，即係講考評課，我就唔等講啦。咁咧喺總結而言啦，我哋考卷二嘅時候咧，我哋應該要有以下規則啦，即係簡單啲嚟講啦，就係我哋中文科無論係作文定係閱讀啦，其實主觀嘅分數咧遠高於客觀嘅分數嘅，因為文人總是感性的。由此咧，我哋唯一可以做咧就係客觀地感性。喺寫作嘅時候咧，我哋做啲乜嘢咧？就係我哋必須要遵守翻所有嘅規則構題。鋪排同埋框架必須齊全啦，即使監考老師，sorry 呢個應該閱卷老師，閱卷老師同你嘅價值觀再不一，OK，但係我哋都要以遵循呢個較客觀嘅標準去應試。由此可見咧，只要我哋刷題正確、取材恰當咧，就一定會有一定嘅分數。對中文根基較弱嘅，就按我嘅脈絡去寫作，謹記刷題構題，有起承轉合，鋪排合理，定能落筆生花。對中文根基較弱嘅，你哋咧就係藏在泥土嘅寶物。打錯字，先藏後豐，考試唔需要天花龍鳳，屈服喺考試當中，被迫藏喺泥土中，但係寶物唔會暗啞，只要咧刷題得當，升華位合理，一定能夠畫龍點睛，清晰交代文章所帶出嘅道理同埋情感，亦能咧有所發揮。咁咧其實自從2024年改制之後咧，即係冇咗 speaking 冇咗 listening 之後咧，卷二所佔嘅比例一直上升緊啦。咁其實咧好簡單啫，我就係專精作文。閱讀為輔，何謂閱讀為輔咧？唔係叫你完全唔理佢，而係可以擺多啲時間咧落去操呢一個嘅閱簿，即係卷一嘅閱簿。反而12篇咧就可以花少啲。好啦，咁我講啦，就係取材、脈絡、向度、框架、升華、化用。就係咁簡單，即係作文最主要就係呢幾樣嘢，基本上你做足晒呢幾樣嘢，即係好簡單啫。即係打機嘅時候咧，咪有嗰啲咩六角形嗰啲嘢，OK，呢個就係嗰個六角形咯。即係你升呢嘅時候，你就慢慢咁樣向住呢啲唔同嘅方向去升咧，OK，咁就係咁簡單噶咋。作文就係呢幾個方向去諗，咁之後呢個就係佔比啦，咁我唔等緊講啦。咁就係好簡單啫，就係由此可見啊，溫習策略上咧，我哋應該多花時間去雕琢一下寫作啦，往後嘅寫作咧佔比只會越嚟越高啦。咁其實2025年咧又拉低翻少少噶啦，但係我冇整到出嚟。總之咧，2025年咧佢嘅比例咧係低翻少少嘅，但係作文嘅比例都係算高嘅，即係都係一半嘅分數嘅。咁好簡單啫，我就係只需要盡人事聽天命，多加溫習範文、答題技巧、寫作手法，穩中求勝。至於卷二咧，就必須多加練習啦，同埋背誦唔同向度嘅文章。OK，咁向我遞交同埋我提供嘅文章咧，就只限於我嘅私補同埋報咗我中作文課程嘅啫。OK，即係你唔好無端端就同我講，喂，可唔可以幫我講文？唔得。OK。以上咧只係咧我對數年嚟緊幾年嘅中文科分析啦。如果要作文取得佳績，必須要對脈絡有完整嘅理解。以下咧將會教到最重要嘅階段。OK， 好啦，咁首先第一樣嘢咧，我哋講一講記描書先啦。咁記描書咧其實就係脈絡事情三段式。我哋撰寫一篇文章嘅時候咧，我哋有最基礎嘅寫法啦，立意、首尾呼應、背景、事件1、2、3、起承轉、加合、加升華。OK， 先第一樣嘢啦，我認為咧每一篇嘅 level 5以上嘅文章咧，大概個字數啊係1600至2200字。我認為咧唔可以低過1600字，當然都有人會低過1600字都可以拎到5星星，但係我覺得以一個正常嘅脈絡 ，OK 係一定有1600字以上嘅，同埋唔好超過2200字。其實2200字咧已經係好多啦，即係我係走賺咗嘅。我覺得其實2000字已經好多，但係我作文嘅時候咧都係寫咗2000幾字，2200啊好似。但係其實呢個範圍其實已經啱啱好令到你寫到3個小事，3個1、2、3事，OK， 即係起承轉再加合。
我哋要透過呢三件事咧去進行升華，因此咧取材咧就決定咗我哋嘅基本嘅內容分數啦。咁我選擇題材嘅時候咧，即係我哋擺一啲新嘅題材，擺一個我哋已經準備好嘅題材嘅時候，我哋要淨係諗一樣嘢嘅啫，就係佢有冇限制，有冇時間限制。咩叫做時間限制咧？我哋睇一睇一啲例子先。時間限制咧，一般咧就取決於題目本身。三件事可以橫跨一日，亦都可以橫跨一生。以下為簡單嘅例子。首先第一樣嘢，時間限制咧，通常係會出喺第一題嗰度嘅，即係第一條嘅作文嗰度。咁我哋睇一睇先啦，有啲咩例子咧？就係沒有手提電話的一天，沒有手提電話的一天，佢好明顯就已經同你講咗啦，一日咯。你一定要喺呢一日入面交代晒所有嘅事情，交代晒起承轉合。例如啲咩？可能講下個起就係交代下冇電話嘅原因背景。第二步就係發現冇電話之後所發現嘅美好啦，例如可能發現人與人之間守望相助，城市鄉土情懷。到第三嘅時候就係即將完結今日嘅最後活動啦，可能令到佢更加察覺到放下手機，即係可以察覺到嘅生活美好。第二樣嘢啦，就係重遊舊地所見有感，都係其實三件事嘅啫。OK。前往舊地嘅背景起因，到達舊地所見加你嘅感情啦，同埋即將離開舊地時嘅一啲情懷，即係釋懷，再向前看。咁呢個就係一日，OK，都係一日入面要交代晒成個故事嘅起承轉合啦。咁但係如果另一個題目咧，就係可能例如呢一句話，我會記上一輩子。咁其實咧，佢就係框住俾你聽，喂，呢一條題目你要講一輩子喎。OK， 襁褓之時，花樣年華，壯年、中年、老年，去講一講呢一句話點樣影響咗你唔同嘅時間階段，或者再另一條題目咧，就係校服嘅自述啊。校服嘅自述咧，其實咧就係要講啲咩啊？要講啦，你喺學校嗰個階段入面個校服，即係我係校服啊嘛，我點樣陪伴咗主人 ？OK， 三樣嘢，三個可能事件啦，可能係咩咧？我見過一篇文咧寫得幾好啊，就係第一樣嘢就係寫佢食魚蛋。然後食到件衫污咗，第二件事就係寫佢讀書打波嗰啲汗水啦，第三樣嘢咧就係講佢拍拖。呢三樣嘢咧咁啱咧，都係可以構成到一個即係一個中學嘅階段，咁亦都係扣到題目。咁沒有時間嘅開放題咧，例如啲咩咧？禁區生活美好，藏在泥土嘅寶物，或者係最想尋寶玩具。咁以上冇時間嘅限制嘅題目咧，我建議都係可以用跨階段嘅形式進行啦。即係用一生去寫，即係就係講細細個玩具點樣喺度，之後就講可能青年嘅時候點解個玩具唔見咗，去到壯年嘅時候就諗翻起好想揾翻呢個玩具，交代一下點樣想揾翻呢個玩具原因，就倒住咁樣。好啦，繼續講。咁我哋點樣判斷題目有冇時間限制呢？咁其實好簡單啫，時間嘅限制嘅定義咧就係簡單地講，佢定義係咩啊？就必須要喺特定嘅時間入面，將所有嘅事情完整交代，例子如下，即係 past paper 就係經過這件事，我才明白一心是我嘅知己，真正了解我嘅人。一次令我百感交集嘅聚餐，一次聚餐即係喺聚餐入面發生咗啲咩事啦？自此之後，我終於解開了心結。呢個題目望落冇時間限制，但係其實都有嘅。個此咧係咪就係講緊自此，即係此時此刻此嘟嘟？OK， 即係佢都有個時間限制，都話係要喺嗰個 moment 嗰個時間嘅 period 入面咧，搞掂咗嗰個心結。咁另一樣嘢就係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情，當時我曾經想力陳己見，最後選擇了沉默。我認為沉默是必要的。咁其實都係講緊今日發生咗咩事咯。好，咁之後咧，如果我哋有時間限制嘅題目。有彈出字啦，時間限制嘅題目，咁我哋一定要有相應嘅字眼啦。咁當擁有以下字眼嘅時候，我哋千祈咧就唔可以以一生向導嘅方向去寫作。例如一次一刻這件事，今天似所見有感，一瞬間這次一天當下。咁咧，我想講一講咧，就係眾生相同埋熱鬧過後。所以第一樣嘢咧，眾生相其實咧，我建議咧係一定係或者。即係所見有感同埋眾生相咧係類似嘅寫法嚟嘅，但係眾生相咧就偏向係寫人多啲嘅，即係寫唔同人嘅面貌啊嘛。咁眾生相咧就係我建議啦，都係一個場景入面去寫一啲嘢嘅，例如啲咩啊？就係可能寫你喺地鐵眾生相，你就寫喺地鐵入面見到嘅人事物咯，見到地鐵嘅人事物。仲有就係啦，熱鬧過後，我佢感到失落咧，其實。熱鬧過後同埋失落呢樣嘢咧係連接住噶。熱鬧過後
個過後其實係即刻發生噶嘛，即係你一熱鬧完咗就即刻覺得，唉，好失落啊。咁其實都係同一日同一段時間發生嘅，即係都係有時間限制嘅。所以其實我哋都係要睇翻嗰個題目嘅語境咯。例如呢幾年咧就係啲題目咧好少啊，係有時間限制嘅。例如點樣啊？藏在泥土嘅寶物，最想尋回嘅玩具，其實呢啲嘢都係咩嚟㗎？都係物件啊、意象題目，或者係我認為咧，其實都幾開放嘅，幾開放。物件嘅題目啦，即係最想尋回玩具、寶物等等呢兩樣嘢咧，都係我哋需要去定義一啲嘢，咁佢就冇咗時間限制，佢更加考我哋咧點樣去構題。咁依家其實我覺得少咗時間限制係一件好事嚟嘅，因為我覺得係可以令到更加多文學底子嘅人咧，更容易寫到一啲更豐富或者更多唔同立意向度嘅一啲作文。但係如果我哋冇時間限制咧，就會反而咧少咗構題位。咁呢個位咧，我係覺得即係時間限制咧，你可以嘗試下咧，就係提醒自己一下點樣去構題。我哋咧一定要去緊扣啲短時間片段啦，例如係啲咩咧？我哋盡量就係唔好加插回憶，盡量唔好展望將來，集中係描寫啲咩咧？描寫下事件當下嘅細節同埋感悟。例如好簡單啫，一次的抉擇可以寫比賽面關鍵嘅判斷啦，或者猶豫不決嘅心理描寫，而唔係啲咩咧？就係賽前嘅訓練歷程，或者係過多嘅人物描寫。咁喺呢個咁短時間嘅框架之下咧，我哋需要突出咧就係當下嘅感受、選擇或者一啲正面、負面嘅影響啦。我哋盡量避免平鋪直敘或者過度擴展一個時間軸。喺呢個題目之下咧，我哋要聚焦一啲特定嘅時間。如果題目含有一瞬間、這次、今日等等嘅字眼咧，我哋必須要咧集中描寫翻嗰個時段入面嘅事件嘅。文章嘅核心咧，同埋主軸咧，我哋應該係要關翻入面上面嘅一啲咁嘅時間嘅關鍵詞啦。咁我哋喺作文嘅時候都要注意一樣嘢，就係問一問自己，我哋寫緊嗰樣嘢係咪緊扣題目字眼嘅時間範圍？緊唔緊扣一次？緊唔緊扣這件事？緊唔緊扣今天咧？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寫緊嗰樣嘢咧，係咪緊扣緊題目字眼帶出嘅道理咧？通常情況下咧，有時間限制題目嘅咧，都會係有一個想帶出嘅道理嘅，例如。簡單啲嘅就係明白到以律己歡以待人嘅呢個道理，再深少少嘅可能係咩咧？就係想抒發就係一心係我知己呢啲咁嘅嘢。OK，你要諗下啦，就係你嗰個題目字眼有冇緊扣到佢想帶出嚟嘅一啲，即係佢已經俾咗個少少嘅主旨你咧。第三樣嘢啦，就係你嗰件事有冇充足嘅記敘同埋情感，有冇充足嘅描寫啦？可以補充埋就係，咁呢三個問題咧，我覺得當你解決到嘅時候咧，時間限制題咧就對你嚟講冇乜難度嘅。咁對我嚟講咧，時間限制題係有少少難度嘅，因為我唔係好中意咧用一日去交代晒所有嘅嘢嘅。即係你諗下，如果我想寫親情嘅題材，我覺得都可以勉強。但係你寫夢想嘅題材，好難用一日去交代到一啲起承嘅轉合。咁所以我係好唔中意寫時間限制題嘅。但係當你冇得揀嘅時候，一定要寫時間限制題。你老師一定要你寫時間限制題嘅時候，你就問一問自己有冇符合到做呢幾樣嘢咯。好，咁繼續啦。咁時間限制題有乜嘢要訣咧？即係有咩方法寫得好啲咧？第一樣嘢，通常時間限制題咧離不開就係可能要寫景嘅。咁好簡單啫，利用感官描寫咯，即係用多啲唔同多角度嘅描寫寫上去咯。另一樣嘢就係我哋結構互相緊扣啦，因為首先第一樣嘢咧，我哋如果佢係一天，即係一天咁樣一件事咧，咁其實咧就好似寫日記咁樣嘅啫。你寫日記咧就係我建議開頭咧直接扣題啦，唔需要長篇背景介紹啦，避免鋪排過長，直接點出或者進入一啲關鍵事件就已經好足夠噶啦。即係重點係在於你嗰下當下嘅 moment 啊嘛。例如沒有電話嘅一天，我當你一日三件事，你應該係詳細啲咁樣寫發生咗啲咩事，即係嗰一日。你第一件事係咩？第二件事係咩？第三件事係咩？咁樣承接住發展，而唔係可能補充太多下。喂，例如可能講咩？喂，你本身係一個咩人咁樣都可以講嘅，但係唔好太多咯，即係唔好差一段有200幾字拎出嚟講。個重點係在於你當下今日發生咗嘅事件點樣影響咗你之後咧，即係沒有電話呢一日反而令到你察覺到啲乜嘢新嘅嘢，咁樣呢個先係重點咯。第三樣就係主題明確，避免多線發展啦。好簡單啫，因為其實咧佢呢啲係叫即係限制題目咧，其實會俾咗處境你，俾咗事件你。咁我建議就係例如一次聚餐，你應該就專注翻講嗰個聚餐入面嘅互動啦，而唔係穿插一啲其他啲無關嘅回憶。必須要咧係
特定嘅時間將呢啲所有嘅事情去完整交代，就係所謂嘅時間限制。咁下面有啲題目咧，我就唔特登講啦，就係你可以參考下啦，可以嘗試試下作下啦，咁樣，即係純粹就係你都係 mock 嘅題目啦，咁你可以睇一睇嘅。好啦，咁之後我就會開始講呢一個一生向導嘅。所以一生向導咧就係講成世人啊嘛。咁下面呢度有啲咁嘅字眼咧，就係我比較常用嘅，即係一啲即係唔係年齡嘅代詞。咁都可以試下學下啦，即係二立之年等於30歲，不可之年等於40歲。咁呢啲可以學一學嘅，我都覺得幾重要嘅，可以參考下。以上嘅年齡代詞咧，可以作過渡詞啦，以表示提示老師咧，我係由一個年紀轉到去另一個年齡，或者用一啲時間流逝嘅詩詞。總之咧，我哋應該有清晰嘅指示咧，話俾個老師聽咧，我哋由呢個階段轉到另一個階段。通常開放題咧都係 Q3，即係 Q1 係實用文 ，Q2 係第一題，Q3 係第二題，Q4 係議論文。OK， 咁可以寫記描書，都可以寫議論文。喺開放題嘅時候，你可以寫一日向導或者一生向導，只要扣題得當都可以拎到高分。咁下一堂咧，我就會講3篇文章，就係一篇咧就係以一日內入面發生去寫，即係簡單地講，一日係有時間限制嘅，一篇文係有時間限制。而另一篇文咧就係一生，即係冇時間限制，係開放題嚟嘅，開放題嚟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就會下面就會講一講點樣去寫呢3篇文。咁喺下一堂其實就會講噶啦，亦都應該係最後一堂。咁之後就講一講啦，就係我哋點樣寫開放題比較好啲咧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我哋要做啲咩咧？我就係要落下定義。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開放題咧，可能淨得一個詞語，例如禁區、隱藏。咁所以我建議咧喺寫大綱嘅時候咧，我哋直接咧為個關鍵詞落下啲定義啊，例如禁區係啲咩㗎？你咪直接寫可能係機場禁區、邊境禁區。隱藏啲乜嘢啊？隱藏咗你嘅微笑，隱藏咗你真正嘅內心想法都得㗎。但係首先第一樣嘢，我哋為咗嗰個開放嘅字眼嘅時候，為咗個開放字眼落咗個定義先。第二樣嘢啦，虛實相生。虛實相生咧，我就唔會特登講噶啦，因為咧係一個都幾難嘅 skills 嚟嘅喺呢度講。但係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你要嘗試試下諗下有啲乜嘢虛寫到，有啲乜嘢實寫到。第三樣嘢啦，就係反覆扣題，因為開放題嘅自由度咧係高過其他題目好多嘅，例如生活嘅美好。嚟緊咧嗰3篇文咧都係生活嘅美好。開放題嘅自由度係好大噶，你諗下先，開放題係生活嘅美好，生活嘅美好係啲咩啊？可以係追逐夢想嘅成功，可以係親情嘅美好，巴拉巴拉好多嘅美好都可以嘅。但我哋記得，我哋一定要扣題同埋落定義。第一步落咗定義先，第二步就係反覆扣題，去扣翻乜嘢叫生活美好，定義生活嘅美好係啲乜嘢。所以我建議咧就係一啲關鍵嘅字眼咧，我哋需要點咧？不斷地重複去寫，不論係實寫定虛寫，我哋都要完全地表明其定，就好簡單啫。即係簡單地講，你關鍵嘅字眼係生活嘅美好啊嘛，生活嘅美好喺篇文入面起碼要出現20次，去話俾 marker 聽你扣緊題，呢個就係開放題一樣最重要，提醒住自己一定要做嘅嘢。好，咁之後咧就會開始講文啦。好。